各位乡亲，大家好！谈讲出头牌嘅头牌，当头牌嘅时节，有两位仙人，一位名安多甲仙，另外一位是叶仙。两人有一日同床共下水当中嘅中间，甲仙转折村呢一下摇，就向叶仙讲仙界水嘅一个当中房间已经过了3000年嚟啦，时间过真系急。我哋两仙下凡来去看那时，房间系变到娘嘅嘢，嘅仙朴树同意下凡来游了。当这两仙嘅天人家务来到房间，虽然时间系冇久。拄好一仙出鸟，上我来学鸟，潜上潜下潜到一间时光，一仙就同甲仙讲有鸟白白学，无鸟是个魔。甲仙鸟嘅本一仙一叫两仙就呼一路，就向下来学鸟。当鸟一飞落本高位独立时，本高位独立嘅侍从就本上本下，不停呢在时代独立转来转去。甲仙目金到健康呢以后，就向一仙讲：时代行嘅侍从。让我按多有按无限才嘅本上唔本下咯，到底系为了乜嘅咯？同时看到咪咪侍从又系上多按皮胖，按皮按胖，感觉到万分嘅奇妙。转头就向一仙讲我头都所讲，唔定感觉到。系娘嘅咯，经过甲仙一讲，叶仙也系感觉到当奇怪，为何一太大嘅侍从会按无限才嘅时代独立本来本是咯？两仙百般不解，叶仙又向甲仙讲一个百般推想。都当实际来去了解个好，有甲仙变侍从，迄时代对你打探了解好嘛？甲仙就讲时代对你出旁多，毋过唔强出，唔当唔去个好个跌当，两仙互相推来又推去，最后两仙决定用将近的方式。来决定万年来变侍从，下去谈地的一个侍从，为何在旁出的时代独立，我按无限的在个本上本下，最后两仙以共同的方式来讲进，结果也甲仙所谓强，甲仙也系感恩，从头到。两仙所欲听嘅办法来做所以甲仙前变侍从嘅时节，甲仙就向甲仙讲清楚、讲明白咯。下去谈了解以后，我渐渐是啦，我哋还有路程爱来赶咯。甲仙答应遵照判例。夜以后，马上摇身一变，这时叶仙就向甲仙嘅所变嘅从嘅侍从身方点一个记号，仙从马上跳入落中从嘅时代独立。经过一段时间以后，一个叶仙。等呢当中，目金到来看一面仙虫，
确实也系同其他嘅种虫一样哦。在世代度里本上唔本下，忽来又忽去，虽然一线村呢鸡也下数，都系无法度将线虫捉到最后按过去。本一线用索嘅摇起来，用数一点将变成圆形夹线。当线虫变成圆形夹线时夹线当时就开上太猫，唔让按呢，唔让诶按紧就将佢捉起来咯。我在世代度里都系还唔前半个年里满意里，实在怪冇意思。一线糖诶一句话以后，就讲嘅夹个就同夹线讲到底世代度里有乜嘅奧秘嘅神奇嘅所在呢？还唔叫我讲俾我聽。夾線講現界實在有所不同哦。世代度里嘅從界嘅天體係樣板嘅好，當本線變成是從下落去嘅世界啦。總從看到愛落去時，總從朴素豐富，同時大家搞到大漢細漢，忽來又忽去哦。一個有馬嘅，也有公嘅，大家插上唔插下，銳好，再加上五香嘅氣味，實在係天天相見，看得有一種歡喜快樂嘅場面。也唔會說坊間人類在舞堂跳舞嘅氣氛，實在有夠。可惜特夾同作放起來變成人形啦，一線糖嘅夾線一邊唔前個人嘅淘汰啦，同時看到以前微足嘅表現，甚至咩提我了解的道理講不論神仙也係坊間人類。甚至從界確實各類各有天性同神奇嘅所在，那係各不同界類來互相批評，或者在指責，對實在係該不應該。像是坊間幾多人唔知北山嘅神奇，就來批評。自白山嘅人係太昂調，點呢？是嚟踢爆嘅，為何失爆以後唔在屋家好嘅材料看電視？每禮拜日聽唔前講，嘅唔前睇，就亂見到，在嘅互相就要愛去白內獵山，假設。講白山嘅人係太昂調，嘅就唔對了，唔對嘢哦。同時提到上次數學單位不同一個類加減乘除不得嚟互相嘅加，一個互相嘅加，不得互相嘅運算。兩線看到事實，得到一個悟到一個道理以後，心情也係非常嘅爽爽。兩線先帶嘅線索嘅愛來愛 fit 嘅時節有聽到答看到，坊間人才嘅睇上寫上下嘛，當線，嘿嘿。夾線要同一線講滿一線，嘅很多人才嘅點乜嘅咯，一線講神仙莫講犯件事，日日在天天去好嘅，
两位良贤将先说的一飞天云，加我为天庭转世的。神夢按自西要中意搶分享，還愛拜託大家開再講客話，傳承客文化。